刚在日前要讲嘛是台南的消息，今年头一摆举办的新野坡光节，透过光影艺术结合在地自然生态，将天鹅湖这个公园呢围起来了呢，不管是在地人还是这个游客，拢感受到不同款的艺术气氛。展期后一礼拜，有影乡亲好朋友会当带囡仔去欣赏。 头一届举办的新营坡光节，会开播开始，就一直上真侪游客来。这嘛是溪北地区除了决定港丁这外，今年新上场的一个丁这品牌，会当看到平常时暗时啊，嘛有真侪民众来遮散步翕相。当地民众嘛，伫咧还未开播之前，就拢真期待。就在注意看它是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呐、对啊，这样的呈现，我不知道别人感觉怎么样啦。因为我们全家来走过，觉得年轻人也还可以接受。新营坡光节设计以坡光坑为主题，透过光影的技术结合在地自然生态，让真侪游客来到这都会翕规张相片做纪念。光的这个照影，还有整个湖面用这个白色的灯光、各种的流水灯这样展示，是非常的吸引人的。这摆光节当中有9件主题作品，包新营社大合办生态导览的解说，展览时间到3月初3，并将当把握上尾一礼拜假期，来遮感受无共光影的丁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